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你哋係咪樂於分享嘅好孩子呢？今日為大家講嘅故事，主角狐狸媽媽似乎就唔願意分享啦。得到鄰居幫忙之後，竟然決定唔分享成果。究竟事情係點嘅呢？一齊嚟聽聽詳細內容啦。狐狸媽媽送蘿蔔，作者顏玲玉，繪者林明。我要聽日又上堂，我好中意呢個堂。小朋友究竟講緊咩堂？就係表達能力 up 繪本課程啦。1個鐘頭嘅 Zoom 課堂，從繪本導讀開始。好，3、2、1，媽咪 home。以多元化嘅問題同小朋友展開自然對話。呢度有一間買甜品嘅鋪。故事之後，小朋友會透過趣味練習，學習組織語言，累積句子嘅長度。佢唔應該抌垃圾落地下，咁佢應該點做啊？應該抌去垃圾桶。係，冇錯啦。有條理咁表達情緒、原因、想法等等。我覺得呢班小朋友好唔開心，因為俾啲敵人捉咗。兔媽媽喺邊度做緊啲咩啊？兔媽媽喺廚房度煮緊嘢食。咁啊，兔爸爸呢？爸爸就喺凳嗰度睇緊報紙。犀利喎，爸爸。每位小朋友都有充足機會開口答問題同埋練習。check 條試下。日光。不知不覺間提升5大能力。拜拜啦！小波老師，拜拜。拜拜啦！快啲加入我哋嘅課堂互動學習，提升自我表達嘅信心啦！狐狸媽媽同埋3隻聰明可愛嘅小狐狸住喺綠色嘅森林入面。佢哋有一塊菜園，依照季節嘅變換耕種唔同嘅蔬菜。秋天嘅某一日，狐狸媽媽就對小狐狸講啦：冬天嘅蘿蔔就最香甜可口噶啦，而家播種嘅話呢，時間就啱啱好。但係播種之前，成塊菜園都必須要翻土、整地、除蟲、施肥，有好多工作要做噶。狐狸媽媽要同時照顧3隻小狐狸，似乎就有啲忙不過來啦。於是狐狸媽媽只好吩咐小狐狸：你哋去幫我請牛媽媽、豬阿姨同埋紅姐姐過嚟幫手啊！牛媽媽、豬阿姨同埋紅姐姐好熱心啊！一聽到狐狸媽媽需要幫手啫，就即刻趕過嚟協助啦。大家唔怕辛苦，唔怕攰，好認真咁工作。狐狸媽媽就話啦：實在太多謝你哋啦！等到收成之後，我一定要一人送1大籃蘿蔔俾你哋。辛苦耕作咗幾個月之後，冬天來臨啦，蘿蔔都可以收成咯。狐狸媽媽就帶住小狐狸一齊拔蘿蔔。小狐狸好開心啊！佢哋話啲蘿蔔全部都好白雪雪、肥嘟嘟啦。望住豐收嘅菜園，狐狸媽媽都好高興。係啊，一定好好食噶啦！狐狸媽媽同埋小狐狸推住滿一車嘅蘿蔔，好滿足咁返屋企啦。喺路上，佢哋經過牛媽媽嘅屋企。媽媽，牛媽媽佢幫我哋翻土啦，整地好辛苦噶喎。你話要分啲蘿蔔俾佢嘅？狐狸媽媽即刻話：噓，細聲啲啊，傻孩子！經過咗咁耐，佢應該都唔記得噶啦。你哋唔好咁多嘴。哦。過咗冇幾耐，佢哋推住架蘿蔔車經過紅姐姐嘅屋企。紅姐姐都幫咗我哋好多噶喎，係咪都應該分啲蘿蔔俾佢呢？狐狸媽媽即刻話：噓，傻孩子，細聲啲。大部分嘅嘢都係我哋自己做噶嘛，點解要分俾人哋呢？行下，豬阿姨嘅屋企就出現喺不遠處啦。呢一次，小朋友開口之前，
狐狸媽媽就已經率先話啦：嚟，小寶貝，行快啲，行快啲，千祈唔好俾豬阿姨見到啊！我哋嘅蘿蔔要食成年噶。返到屋企之後，狐狸媽媽就忙住將啲蘿蔔一堆一堆咁收落屋企嘅地窖啦。哎呀，呢班細路啊，轉下眼就唔見咗人，又唔嚟幫手啊！佢一個人搬到頭昏腦脹，忍唔住抱怨起嚟。狐狸媽媽，我哋嚟拜訪啦！突然之間，狐狸媽媽聽見門外出現叫喊聲，嚟到門前，佢發現牛媽媽、豬阿姨同埋紅姐姐以及小狐狸佢哋喺埋一齊，而且佢哋一人攬住一籃蘿蔔，佢就覺得好奇怪啦。點解會咁嘅呢？多謝你叫小狐狸帶啲蘿蔔嚟送俾我哋啊！鄰居之間互相幫忙係應該嘅，我哋唔可以收你啲禮物噶。幾位鄰居仲話，狐狸媽媽一個人要照顧3個小朋友，呢啲蘿蔔呢就請佢留低自己食。你嘅心意我哋心領啦，嗱，啲蘿蔔還返俾你啦。聽完牛媽媽佢哋嘅說話，狐狸媽媽好慚愧啊！唔單止塊面好興，連條頸都紅晒添。小狐狸望住媽媽，有啲擔心啦，心入邊諗：我哋偷偷地將啲蘿蔔攞去送俾人，唔知媽媽會唔會鬧我哋呢？小朋友啊，你哋話呢？小狐狸會唔會俾媽媽鬧啊？不妨向爸爸媽媽分享你嘅諗法。大家亦都可以諗下，如果你係狐狸媽媽，你又會點做呢？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